大家夜晚好，歡迎收睇今日嘅專題節目。我哋今日要講嘅係一場足以令成個華語娛樂圈地震，甚至係令無數人對所謂傳奇愛情徹底幻滅嘅深夜風暴。喺呢個繁華到令人窒息嘅中環，喺呢個充滿名利、算計同埋眼淚嘅大名利場入面，有一段糾纏咗整整20年嘅神話，竟然喺一首定情曲嘅旋律入面碎到連渣都唔剩。大家諗下，凌晨2點鐘嘅中環，喺某一間頂層會所入面，空氣好似凝固咗咁，沾稠到令人透唔到氣。本來呢場派對係為咗慶祝天后王菲嘅生辰，現場可以話係星光熠熠，豪門闊太、金牌經紀人，仲有娛樂圈入面舉足輕重嘅大家全部都喺度。但係邊個都估唔到，呢場原本應該係充滿歡聲笑語嘅盛宴，最後竟然變成咗風飛戀呢場20年神話嘅終極審判台。當時音響入面，嗰首大家耳熟能詳嘅《因為愛情毫無預兆》咁流淌出嚟。呢首歌對王菲同謝霆鋒嚟講，意義真係非同小可。當年佢哋重逢嘅時候，呢首歌就係佢哋嘅定情曲，喺無數粉絲眼入面，呢個簡直就係命運嘅樂章。可係當王菲嗰把空靈，好似唔食人間煙火咁嘅嗓音，唱到再唱不出那樣的歌曲呢一句嘅一瞬間，原本一直優雅咁坐喺度嘅佢，手中嗰個名貴嘅水晶杯竟然突然跌咗落嚟，紅酒好似斷咗線嘅珠子咁，順住佢嗰隻白到有啲得人驚嘅手指滑落，嗰種紅喺燈光下面顯得特別刺眼，就好似佢嗰粒心正喺度無聲咁流血。王菲突然之間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咁，平時清冷如仙、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嘅佢，竟然發出一聲嘶吼，大叫一聲話夠啦，熄咗佢。呢聲怒哮震驚咗全場，原本熱鬧嘅包廂瞬間靜到連呼吸聲都聽得到。到底發生咗咩事？點解一首情歌會令天后失控成咁？原來就喺半分鐘之前，王菲放喺大理石紀上面嘅手機屏幕亮咗，一張相喺朋友圈入面瘋傳，相入面影到謝霆鋒深夜返到香港，佢刻意壓低帽檐，避開晒所有鏡頭，但係佢嘅目的地竟然係前妻張柏芝嘅住所。佢係去陪仔，定係選擇咗回歸嗰個曾經嘅家？嗰一刻，王菲眼神入面嗰種長年累月嘅淡然徹底碎裂，取而代之嘅係一種近乎瘋狂嘅荒涼。大家諗下，20年嘅分分合合，20年嘅執着同埋念頭，喺呢一刻竟然抵唔過嗰個男人對舊巢嘅一次回頭。王菲猛咁推開身邊試圖安撫佢嘅好姐妹那英，嗰股力量大到驚人，就好似佢要推開呢20年嚟所有自作多情嘅枷鎖咁。那英當時眼入面滿係驚駭同埋心痛。作為王菲最好嘅朋友，佢睇住王菲點樣為咗呢段情浮浮沉沉，那英忍唔住低聲吼咗一句，問佢話：為咗佢，你連魂都丟埋，值得咩？但係王菲冇回答，佢只係死死咁盯住窗外維多利亞港嘅霓虹燈，嗰啲璀璨嘅光影喺佢眼底幻化成一場巨大嘅修羅場。突然之間，王菲發出一聲淒涼嘅冷笑，隨即喺大家驚訝到合唔埋口嘅目光之中，佢用顫抖嘅手指撥通咗一個喺佢電話簿入面消失咗好耐嘅號碼。佢對住電話嗰頭講咗一句：李亞鵬，我喺中環，過嚟接我。呢句話聲音雖然唔大，但係就好似一枚重磅炸彈咁，將喺場所有人嘅認知炸到粉碎。轉身投奔報復心死，呢位曾經被神化嘅天后喺呢一秒鐘選擇咗用最決絕、最自毀嘅方式，親手撕爛咗嗰張寫滿真愛嘅偽善面具。其實當時會所樓下已經埋伏咗好多全港媒體嘅長焦鏡頭，佢哋影到嘅唔再係嗰個高高在上、好似仙女咁嘅傳奇，而係一個喺愛情廢墟入面被傷到體無完膚，甚至神情有啲猙獰嘅靈魂。呢場唔係普通嘅派對，呢場係一場葬禮，葬掉嘅係青春，係神話，更加係嗰個曾經以為可以逃除命運輪迴、天真到極點嘅自己。音符就好似一串帶住倒鈎嘅冷箭，從價值百萬嘅音響入面迸發出嚟。聽到因為愛情入面嗰句聽到都會紅着臉躲避，原本係王菲最經典嘅假音，
而家卻變成了現場所有人唔敢直視嘅禁區。包廂入面嘅燈光被調成咗曖昧嘅紫紅色，喺王菲慘白嘅臉上面投下斑駁嘅暗影。佢就咁坐喺度，好似一尊被抽乾咗靈魂嘅漢白玉雕塑咁。周圍嗰啲名流，大家全部陷入咗一種死一般嘅寂靜，每個人都喺度交換眼神，嗰種眼神入面有同情，有窺探，亦都有嗰種令人心寒嘅幸災樂禍。坐喺角落嘅一個造型師細聲咁講，話佢唔係唔痛，佢係痛到連喊嘅力氣都冇咗。王菲嘅雙手死死咁扣住真皮沙發嘅扶手，指甲喺昂貴嘅皮料上面畫出一道道白痕，嗰種聲真係令人牙酸。其實佢內心入面正喺度經歷緊一場無聲嘅海嘯。呢首因為愛情係佢同謝霆鋒復合之後嘅盟約。曾經幾何時喺大理嘅陽光下面，喺巴黎嘅街頭，嗰個桀不馴、充滿少年氣嘅謝霆鋒，曾經貼喺佢耳邊沙啞咁低語過，話呢世人只會聽佢唱呢一首歌。可係而家呢啲承諾變成咗最響亮嘅耳光。就喺歌曲進入副歌高潮嘅時候，王菲嗰把空靈嘅嗓音喺空氣入面回蕩，而佢個電話又一次震動。屏幕上面清晰咁顯示謝霆鋒喺香港機場深夜獨自推住行李，眼神閃躲，但係目標非常明確咁行向去張柏芝住處嘅專車。呢個係背叛咩？唔係，呢個係比背叛更加令人心碎嘅理所當然。喺謝霆鋒嘅選擇入面，佢呢個傳奇天后永遠都敵唔過嗰兩個留住佢血液嘅仔，永遠敵唔過嗰個曾經令佢背負好爸爸名聲嘅舊家。王菲嗰一刻突然感覺到一種生理性嘅反胃，嗰種鹹腥嘅血氣從喉嚨深處逆流而上。佢望住鏡入面嘅自己，50幾歲嘅眉眼雖然保養得好好，但係始終難掩嗰種命定嘅荒涼。佢為咗呢份宿命感，放棄咗安穩，放棄咗世俗嘅眼光，甚至放棄咗做一個正常母親嘅權利。可係到頭嚟，佢守住嘅竟然係一個隨時會因為父愛大發而消失嘅幻影。佢終於爆發啦！佢大叫熄咗佢，我叫你熄咗佢。呢聲吼叫唔係歇斯底里嘅尖叫，而係一種從胸腔入面共鳴出嚟嘅嘶吼，帶住一種困獸鬥感嘅慘烈。佢猛咁企起身，身體因為極度憤怒同埋虛弱而微微搖晃。那英衝上去一把握住佢，感覺到嘅竟然係一具凍到好似冰塊咁嘅軀體。那英把聲都帶住喊腔，佢話唔好睇啦，我哋行啦，我哋唔好睇呢啲爛事。嗰種聲音入面充滿咗睇住至交好友喺泥潭入面掙扎，自己卻無能為力嘅絕望。可係王菲推開咗佢，佢抹咗一抹眼角，嗰度冇眼淚，只有乾枯嘅赤紅。佢環視咗一圈呢場所謂嘅名流派對，每張臉喺佢眼入面都顯得咁虛偽，咁猙獰。王菲慘然一笑，佢話原來我喺你哋眼入面，亦都不過係個笑話。嗰個笑容喺忽明忽暗嘅燈光下面，有一種令人心驚肉跳嘅美感。嗰種美係女神墮入凡間，跌入塵土之前嘅最後一抹餘暉。佢知呢首歌終歸係唱唔落去啦。20年前，佢可以喺金馬獎紅毯上面霸氣咁牽起謝霆鋒嘅手。20年後，佢竟然要喺呢首歌嘅伴奏下面，親手為呢段神話釘上最後一粒棺材釘。心喺嗰一刻徹底碎成咗冇辦法沾合嘅粉末。王菲企喺包廂正中央，胸口劇烈起伏。佢個心曾經為咗愛而瘋狂，為咗愛而枯萎，又為咗愛而復燃，而家正經歷緊一場毀天滅地嘅海嘯。佢望住手機上面謝霆鋒喺香港街頭嗰個略顯疲憊，但係又透住溫情嘅背影。嗰個背影係去另一個女人嘅領地，係去嗰個佢永遠都割捨唔低嘅好爸爸人設。王菲喺心入面慘烈咁嘶吼：謝霆鋒，你贏啦！你贏喺你嘅身不由己，而我輸喺我嘅一往情深。呢20年嘅拉扯，就好似一場無止境嘅輪迴。謝霆鋒俾咗佢自由，俾咗佢名分，甚至俾咗佢足以對抗全世界嘅底氣。可係到頭嚟，謝霆鋒喺深夜返港嘅航班上面，
心入面裝住嘅依然係嗰座困住佢，名為家庭嘅五指山。王菲突然感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荒謬，佢轉過頭，目光掃過那英擔憂嘅面孔，亦都掃過嗰啲匿喺暗處偷偷錄影嘅所謂好友。佢知聽日嘅頭條已經寫好咗，題目無非就係天后夢碎之類嘅說話。既然你哋想睇瘋子，咁我就瘋俾你哋睇。佢用顫抖嘅指尖喺通訊錄嘅深處翻出咗嗰個沉寂咗幾千個日夜嘅明里亞鵬。呢個名曾經係佢試圖回歸平庸、回歸煙火氣嘅一次失敗實驗。喺當年嗰場著名嘅離婚聲明入面，佢話呢一世夫妻緣盡。佢原本以為自己已經逃離咗嗰個令佢窒息、充滿算計同埋商業氣息嘅懷抱，可係而家嗰種被謝霆鋒戲如敝屣嘅孤獨感，令佢就好似一個溺水嘅人咁，瘋狂咁想捉住任何一根可以令佢浮出水面嘅稻草。哪怕嗰根稻草曾經令佢遍體鱗傷。電話接通嗰一秒，全場屏息靜氣。王菲把聲凍到好似冰咁，佢話我喺中環，過嚟接我。電話嗰頭係一陣漫長死一般嘅沉默，隨後係李亞鵬嗰種略顯沉重，但係又透住一絲不易察覺嘅狂喜嘅呼吸聲。李亞鵬問佢：王菲，你飲咗酒？王菲答佢：我清醒得好，你嚟唔嚟？呢個唔係復合，呢個係一場公開帶住血嘅報復。佢要寧願喺香港正沉浸喺父慈子孝戲碼入面嘅謝霆鋒睇下，佢王菲從來都唔係邊個嘅附庸，更加唔係邊個隨時可以回頭嘅港灣。你既然要你嘅責任，咁我就要我嘅毀滅。王菲掛斷電話，一把推開包廂大門。那英喺背後凄厲咁嗌咗一聲：王菲，你瘋咗啊！你回頭睇下嗰個係邊個啊？王菲冇回頭，佢嘅步伐雖然狼，但係非常堅定。高跟鞋踩喺大理石地面上面，發出令人心顫嘅落噔聲。佢入咗電梯，望住鏡入面嗰個眼眶猩紅，但係嘴角掛住冷笑嘅女人。佢知門外等緊佢嘅將會係全港媒體嘅鎂光燈，係無盡嘅流言蜚語，亦都係李亞鵬嗰個深不見底嘅慾望泥潭。但係佢已經唔在乎啦。當因為愛情嘅最後一個音符喺走廊盡頭消失嘅時候，王菲踏出咗會所大門。凌晨3點鐘嘅冷風吹亂咗佢嘅短髮。不遠處，一輛黑色嘅商務車緩緩駛入，車窗降低，露出李亞鵬嗰張複雜莫測嘅臉。嗰一刻，王菲笑得撕心裂肺。佢好似一隻撲向烈火嘅青鵝咁，帶住滿身傷痕同埋20年嘅不甘，一頭扎入咗黑暗。宿命終究俾咗佢最殘酷嘅結局。為咗逃避一個男人嘅冷漠，佢竟然選擇咗另一個男人嘅禁錮。凌晨4點，當王菲絕塵而去嘅車尾燈消失喺彎曲嘅轉角，那英仲企喺會所門口。佢手心入面攢住一把冷汗，指甲深深咁陷進肉入面。佢回頭望咗一眼嗰個滿地狼藉嘅包廂，昂貴嘅紅酒灑喺地毯上面，影落去真係好似一場謀殺案嘅現場。周圍嗰啲名流、富商正湊埋一齊竊竊私語。手機屏幕嘅熒光映照住佢哋眼底嗰種興奮而卑微嘅窺探。那英終於爆發啦！佢大叫：睇咩睇啊！全部同我扯！佢嗰把聲帶住北方大地嘅粗獷同埋憤怒，震碎咗呢幫體面人嘅虛偽。那英真係心痛，痛到入心入肺。佢睇住王菲呢20年，睇住佢由嗰個不可一世、高冷到極點嘅天后，喺謝霆鋒面前卑微到好似一粒塵咁，又喺李亞鵬嗰度熬成咗一味藥渣。那英拎出手機，屏幕上面鋪天蓋地都係謝霆鋒喺香港嘅慈父報道。與此同時，李亞鵬嗰邊疑似同前妻深夜會合嘅通稿亦都火速上線。那英咬牙切齒咁講：真係一幫食人不吐骨頭嘅白眼狼。佢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咗一段驚天動地嘅文字，話做人要有一點良心，唔好拎人哋嘅真心當箭腳石。有啲白眼狼餵唔飽，更加救唔返。呢條動態好似一枚深水炸彈咁，
喺5分鐘之內引爆咗成個華語娛樂圈。那英唔係發癲，佢係幫王菲撕開嗰層體面嘅遮羞布，佢想撕開謝霆鋒嗰張永遠都有少年感嘅假面具。你既然要家庭，當初何必過嚟招惹呢個已經傷痕累累嘅女人？佢更加想撕開李亞鵬嗰個所謂豪情前夫嘅皮囊。你口口聲聲話佢係你嘅高中生，可係你嘅商業帝國入面，邊一塊磚唔係沾住佢嘅血汗？那英靠喺冰冷嘅牆上面，眼眶都濕晒。佢諗返起10年前，王菲為咗李亞鵬隱退江湖，收斂羽翼去當一個普通嘅家庭主婦。又諗返起5年前，王菲為咗謝霆鋒重回大眾視線，眼底重新燃起少女般嘅火光。可係結果呢？一個將佢當成提款機同埋公關盾牌，另一個將佢當成追求自由路上嘅偶遇風景。那英呢星白眼狼，鬧嘅係呢場3人局入面嘅自私，鬧嘅係名利場入面冷血嘅博弈。而喺呢場風暴中心嘅王菲，嗰一刻或者正坐喺李亞鵬嘅車入面，聽住嗰個男人虛偽嘅安慰。佢知那英幫佢出頭，但係佢更加知呢聲鬧喊救唔返佢嘅命，更加換唔返嗰個死喺因為愛情旋律入面嘅自己。呢一夜，那英徹夜未眠。而喺香港機場，謝霆鋒正壓低帽檐，黑色口罩將佢嗰張臉遮到嚴嚴實實。佢行得好急，身後嘅助理都跟唔上。記者湧上去問佢係咪返嚟陪仔？王菲生日點解你唔喺度？謝霆鋒一言不發，轉入咗保姆車。車門閂埋嗰一刻，佢好似被抽乾咗全身力氣咁。外界以為佢選擇咗血緣，但係邊個睇到佢內心嗰座荒蕪嘅孤島？呢段時間，佢同王菲之間嗰條繃咗20年嘅弦斷咗，唔係因為唔愛，而係因為愛喺現實嘅磨合下面，變成咗一種令人窒息嘅負擔。王菲要嘅係靈魂嘅絕對契合，而謝霆鋒佢終究係一個活喺聚光燈下面，背負住家族利益同埋公眾形象嘅商人。謝賢喺電話入面同佢講，嗰2個仔需要一個名分上嘅爸爸。喺香港呢座迷信好爸爸人設嘅城市，佢必須返嚟。佢必須喺王菲最需要佢嘅嗰晚，出現喺張柏芝住處嘅樓下，去平息公眾嘅憤怒，去挽救佢嗰啲搖搖欲墜嘅商業代言。佢喺車入面點咗一支煙，煙圈模糊咗佢嘅輪廓。佢睇住那英發嗰條白眼狼動態，嘴角勾起一抹苦澀嘅自嘲。白眼狼？或者係啦。喺王菲嘅世界，佢係一個長唔大嘅細路，但係喺現實世界，佢係一個被責任同埋利益死鎖嘅囚徒。佢陪仔打機、寫作業，鏡頭影到佢溫柔嘅側臉，但係邊個睇到佢眼底深處嗰種對北京、對嗰個清冷女人嘅思念同埋愧疚？佢知王菲會崩潰，佢知首歌會變成殺人之刀，但係佢更加清楚，如果佢唔返嚟，佢會失去呢20年苦心經營嘅一切。呢個係一場殘酷嘅人性博弈。佢選擇咗做一個完美嘅凡人，卻親手殺死咗嗰個傳奇嘅愛人。謝霆鋒閉上眼，任由嗰種蝕骨嘅孤獨將自己淹沒。呢座城市好大，大到可以容納無數豪門恩怨，但係呢座城市又好細，細到容不下一場純粹嘅唔滲雜利益嘅愛情。時光倒流返去2000年前嘅香港，嗰陣時係一個連空氣都發燙嘅盛夏。梁朝偉奪得康城影帝嘅慶功宴之後，面對出面100幾部相機，王菲無絲毫閃躲，霸氣咁掀起咗身後嗰個只有20歲、滿臉羞澀但係眼神熾熱嘅謝霆鋒。嗰一牽出咗橫跨20年嘅愛恨。嗰陣時嘅謝霆鋒眼入面全部都係崇拜同埋狂熱。邊個估到嗰場世紀牽手竟然係呢場悲劇嘅最高光？往後嘅20年全部都係下坡路。宿命最殘忍嘅地方係先俾你極致嘅甜，再令你餘生都喺苦澀入面回味嗰點甜。之後嘅劇情大家都知，張柏芝嘅介入、頂包案、李亞鵬嘅出現，各自結婚生仔，又各自離散。2014年嘅世紀大復合，
曾令無數人驚呼又相信愛情啦。但係呢場縱然，卻喺無聲無息之中裂開咗冇辦法縫補嘅鴻溝。呢幾年嘅謝霆鋒越嚟越似一個精緻嘅商業符號。佢創立餐飲帝國，參加真人 show，維持住一種成熟穩重嘅成功男人形象。佢開始計較口碑，在意資本嘅眼光。而王菲呢？佢依然係嗰個王菲。佢要嘅係靈魂嘅絕對自由，係嗰種哪怕全世界毀滅都要擁抱埋一齊嘅孤勇。兩個人行下行下，一個行入咗生意，一個留喺咗詩入面。呢種巨大嘅價值觀落差喺深夜嘅冷戰入面被無限放大。知情人透露，佢哋喺北京嘅別墅入面早已分房而居。謝霆鋒嘅手機入面多咗無數個商務會議同埋前妻家事嘅未接來電，而王菲嘅案頭除咗佛經，只係剩返一支又一支燃盡嘅香煙。王菲睇住呢個曾經為佢對抗世界嘅少年，一步步變成咗嗰個佢最陌生圓滑嘅成年男人。呢場20年嘅神話，其實早喺因為愛情響起之前，就已經喺每一次妥協入面支離破碎。凌晨3點半，中環街頭嘅風好凍，李亞鵬嗰架黑色保姆車穩穩咁停喺王菲面前。李亞鵬冇好似謝霆鋒咁避鏡頭，反而大大方方咁落車，將身上件羊絨大衣披喺王菲肩頭，講咗一句行啦，返屋企。呢4個字對當時嘅王菲嚟講，真係一記悶雷。呢個畫面真係好諷刺。20年前，佢為咗謝霆鋒呢團烈火燃盡青春；10年前，佢為咗李亞鵬呢口深井選擇枯萎。佢曾經無數次想逃離李亞鵬身上嗰種傷人氣，可係而家喺被謝霆鋒傷到透嘅時候，呢口井竟然變成咗佢唯一嘅港灣。李亞鵬太明白王菲啦，佢識得點樣喺呢個女人最破碎嘅時刻，遞上一粒裹住蜜糖嘅毒藥。李亞鵬喺車入面細心咁遞上一杯熱茶，話知佢攰啦，外面世界太亂，返嚟啦，嫣兒都掛住你。提到個女，王菲眼入面閃過一抹劇痛。李亞鵬呢張親情牌真係打得好準，佢知王菲呢世人最虧欠嘅就係仔女，但係呢個真係救贖咩？唔係，呢個係一場更加深層次嘅算計。圈內邊個唔知李亞鵬呢幾年嘅商業版圖幾乎崩盤？佢需要王菲，唔單止係需要一個前妻，更加係需要一個令債主縱然信心嘅金字招牌。佢望住王菲疲憊嘅側臉，眼神入面邊度有心情？分明係一個賭徒望住自己最後一塊籌碼嘅貪婪。王菲靠喺椅背，任由李亞鵬握住佢隻手。佢明知呢個係個坑，明知呢段投奔會被外界點樣解讀，但係佢喺嗰一刻只想沉淪。呢個係一場報復性嘅沉淪。佢要用呢種自毀嘅方式話俾謝霆鋒聽，你俾唔到我嘅安定，呢個我曾經最睇唔起嘅商人俾得到。車子緩緩駛向深處，王菲閉上眼，眼角流下一滴冰冷嘅淚。呢滴眼淚唔係為咗李亞鵬，而係為咗嗰個喺派對上面隨住音樂一齊死咗嘅熱烈愛過嘅自己。喺呢場局入面，李亞鵬贏咗面子，王菲丟咗靈魂，而愛情早已變成無人祭奠嘅枯骨。王菲突然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嘅乾淨，嗰種係對一個人一段情徹底絕望之後，內心生出嚟嘅真空感。佢唔再恨謝霆鋒嘅缺席，亦都唔再厭惡李亞鵬嘅算計。喺呢一刻，呢啲男人，呢啲所謂傳奇愛情，都化作咗塵埃。佢喺心入面冷笑，大眾要睇天后嘅孤傲，媒體要睇女神嘅墮落。從來冇人問過，匿喺王菲呢個名背後嘅女人，係咪一早已經想死喺某個無人嘅深夜？王菲返到李亞鵬為佢準備嘅安全屋，亦都係另一座華麗嘅牢籠。佢無開燈，靜靜咁坐喺地板上面。佢拎出手機，刪除咗所有社交軟件。嗰一刻，佢唔係遁入黑暗，佢係將自己放逐出神壇。佢睇住鏡入面嘅自己，眼底嗰抹火苗徹底熄滅，取而代之嘅係一潭死水。呢世上邊度有神話？
不過係兩個自私嘅人喺寂寞入面做咗一場感動自己嘅戲。而喺幾公里外嘅另一座豪宅，張柏芝坐喺露台，佢望住謝霆鋒返嚟嘅相，嘴角勾起一抹複雜嘅弧度。贏咗咩？唔係，呢個係一場全員皆輸嘅慘勝。佢知謝霆鋒返嚟唔係因為舊情，而係對世俗責任嘅一次投誠。張柏芝望住王菲崩潰嘅消息，心入面竟然有一絲兔死狐悲嘅凄涼。佢哋曾經係呢座城市最閃耀嘅雙珠，卻都被同一個男人嘅猶豫同埋自私磨平咗稜角。呢場局入面，謝霆鋒得到咗好爸爸嘅公關神格，卻丟咗少年氣；李亞鵬得到咗資本籌碼，卻徹底淪為情感投機者。而張柏芝雖然贏返咗名義上嘅回歸，卻知個男人個心入面埋葬嘅依然係另一個女人。名利場入面冇贏家，只有一地雞毛。張柏芝行入房，望住謝霆鋒低頭睇手機，佢淡淡咁問咗一句：仔瞓咗未？呢個就係無數人羨慕嘅世紀復合真相。無溫情脈脈嘅對視，只有為咗維持體面嘅日常寒暄。呢場20年嘅恩怨，最終演變成咗一場最平庸，亦都最慘烈嘅消耗戰。王菲嘅心死，謝霆鋒嘅妥協，李亞鵬嘅算計，張柏芝嘅冷眼旁觀。每個人都攞到自己想要嘅嘢，卻亦都永遠失去咗自己最珍貴嘅嘢。聽日太陽升起，呢段八卦會被寫成無數個版本，但係屋入面嘅兩個人都知，嗰段名為神話嘅愛情，早喺今晚嘅冷雨入面徹底腐爛。中環間會所嘅保潔員正喺度清掃垃圾，嗰張被油皺嘅因為愛情歌譜被掃入咗黑色垃圾袋。所謂傳奇，不過係命運為俾世人嘅一場迷幻藥，藥效過咗，留低嘅全部都係蝕骨嘅宿疾。王菲輸咗，佢輸俾自己嗰份唔識人間煙火嘅純粹。佢以為靈魂契合可以超越世俗，點知男人到咗中年，最渴求嘅依然係平庸嘅家庭責任感。謝霆鋒都輸咗，佢贏返咗明星，卻親手閹割咗自己嘅靈魂。李亞鵬得到嘅，亦都不過係一個心死如灰嘅軀殼。呢場20年嘅風飛戀，最終以咁樣嘅方式落幕。人生如逆旅，我哋每個人都係喺命運颶風入面斷咗線嘅紙。王菲嗰身清冷嘅轉身，其實係向呢個功利世界投下嘅最後一張反對票。佢遁入咗黑暗，或者嗰度先係佢最後嘅自由。既然首歌唱唔落去，就等佢喺最慘烈嘅高音處戛然而止。愛情唔係終點，命運先係。當我哋白髮蒼蒼回首呢場糾葛，或者會發現，所有愛恨都不過係維多利亞港邊一掠而過嘅海鷗，起咗一陣漣漪，隨後就歸於永恆嘅死寂。散場啦，各位請收起你哋嘅同情同埋嘲諷，返去你哋平庸但係安穩嘅生活。因為比起王菲嘅決裂，我哋呢啲連瘋狂愛過都唔曾擁有嘅人，或者先係呢場人生大戲入面最可悲嘅群眾演員。大家睇到呢度，對於王菲呢次決絕嘅轉身，你哋又有咩睇法？謝霆鋒嘅回歸究竟係責任定係自私？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記得點讚、分享同埋關注，我哋下次再見。